5月28號晚上9點幾，喺山東省招遠市嘅一間麥當勞餐廳發生咗一宗殺人案。翌日早上10點19分，招遠市公安局喺其官方微博針對呢一宗案件發佈咗一條博文，聲稱疑犯張某等6人對毆打受害者吳某嘅罪行供認不諱。博文中並冇公開疑犯嘅身份同具體情況，直到5月31號早上11點40分，招遠市公安局喺其官方微博針對呢一宗案件再次發佈咗一條新嘅博文，宣稱疑犯張立東等6人均為全能神教會信徒，話為咗發展組織成員，喺麥當勞向周圍嘅顧客索取電話號碼。佢哋遭到受害人拒絕之後，就對佢進行毆打。受害人送院後，經搶救無效死亡。即時，國內各大新聞媒體就開始爭相報導呢一宗刑事案件。一時間，民眾譁然，紛紛聲討疑犯嘅罪惡行徑，要求招遠市警方要嚴懲不貸，還受害者一個公道。好快，民眾通過網絡人肉搜索，又發現疑犯張立東係招遠市一個金礦嘅礦主，開一架保時捷海燕，擁有多部名車，有黑社會背景。呢個同招遠市公安局喺其官方微博所宣稱張立東係無業人士完全不符。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揭露真相》，我係以文，我係嘉美，我係以華，我係心怡。今日我哋要講嘅題目係中共製造招遠殺人案背後隱藏嘅陰謀。我哋呢幾位都係全能神教會嘅姊妹，喺件案件當中，我哋都睇到不少嘅疑點。今日我哋就喺呢一度揭露呢場兇殺案背後嘅事實真相。其實好多網民都已經挖掘到呢件事件疑點重重，破綻百出，更加發現呢場兇殺案背後隱藏住一個不為人知嘅陰謀。係啊，有網民挖掘到，原來疑犯張立東同招遠市公安局局長嘅關係非比尋常。疑犯張立東長期賄賂招遠市公安局局長，佢好自然就成為咗張立東嘅保護傘。招遠市公安局喺官方微博宣稱，張立東係全能神教會嘅信徒，將罪名嫁禍俾全能神教會，為張立東同佢嘅保護傘嚟開脫罪責。成件案件逐漸都水落石出，同時亦都激起咗民憤。喺網絡上面都睇到罵聲一片，痛斥招遠市公安局歪曲事實、顛倒黑白、插贓嫁禍嘅卑鄙手段同醜惡嘴臉。但係呢件事又係咪真係咁簡單呢？試問點解張立東佢會講佢自己係信全能神嘅呢？呢個係呢件案件最大嘅疑點啊！而呢個疑點背後隱藏住一個更大嘅陰謀，而中共就係呢場陰謀背後嘅始作俑者。依家我哋就嚟解開呢個疑點，揭開中共嘅陰謀詭計。要解開呢個疑點，首先我哋先要確定疑犯張立東到底係咪全能神教會嘅信徒？呢個係問題嘅關鍵所在。首先，招遠市公安局宣稱疑犯張立東係全能神教會嘅信徒，但我哋稍微有啲法律常識嘅人都知道，招遠市公安局嘅呢個講法根本就冇充分嘅證據，單憑疑犯單方面嘅口供，同埋喺佢屋企揾出幾本全能神教會嘅書籍，根本就證明唔到佢係全能神教會嘅信徒嘅呢一個身份。我哋試諗下，如果疑犯佢話自己係一個黨員，然後喺佢屋企又揾出幾本毛澤東語錄、共產黨宣言等嘅書籍，係咪咁樣就可以斷定佢係一名共產黨員呢？係咪咁樣就可以嚟一個打擊中共邪黨嘅行動呢？所以咁樣嘅斷案方式未免太荒唐啦！
完全違反咗《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3條，對一切案件嘅判處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後宮嘅規定。其實，凡係全能神教會嘅基督徒都知道，教會接納人係有原則嘅。要成為全能神教會嘅信徒，首先要經過當地教會帶領同埋執事嘅審核，唔係任何人都會接納嘅。因為每一個地方嘅教會都有帶領同埋執事，每一間教會最少都有幾十個人，絕對唔會係得10個、8個或者3、5個人嘅。所以要成為全能神教會嘅信徒，必須要經過當地教會帶領同埋執事嘅審核，同埋仲要經過當地教會嘅信徒嘅承認，咁樣先可以正式成為全能神教會嘅信徒嘅。係啊，山東招遠市公安局話6名疑犯全部都係信全能神嘅。咁到目前為止，山東招遠有邊一間教會證實佢哋就係信全能神嘅呢？係邊一間教會接納佢哋㗎？又係邊一啲弟兄姊妹同佢哋聚會呢？有全能神教會嘅帶領、執事同神選民證實嗎？事實上一個都冇啊！所以招遠市公安局話6名疑犯全部都係信全能神嘅，呢個完全係插贓嫁禍。另外，招遠市公安局攞住話由疑犯屋企搜出嘅幾本全能神教會嘅書籍，就大做文章，夾硬話佢係信全能神嘅。請問呢啲書籍係由邊度嚟嘅呢？又係邊個俾佢嘅呢？有邊個嚟證實呢？大家都知道，中共自1991年逼迫全能神教會至今，佢哋搜刮、搶奪、霸佔咗幾多全能神教會同埋神選民嘅書籍財物。而家佢哋要喺疑犯嘅屋企隨便就放幾本書嚟插贓嫁禍，係咪好容易嘅事啊？因為呢個係中共一貫嘅伎倆同埋手段啊！中共為咗打壓逼迫全能神教會同埋神嘅選民，佢哋仲講咗好多誣蔑、插贓、嫁禍、造假嘅説話，畫眼睛、割鼻哥、割耳仔、加入黑社會、反黨、反政府等等呢啲説話。但係中共至今都冇任何一例嘅事實嚟去證明。由此可見，中共所講嘅呢一切，全部都係造假，全部都係謊言啊！接住落嚟，我哋睇一段片段，係央視電視同埋疑犯張立東嘅對話。因為他說了，肯定我們旁邊有我們的人，也就是有神的子民，他們要離地了。離地是個什麼概念？是什麼意思？就是他們要回到天上去，對我意味着他將會在天上帶領我、引導我。因為他們走了以後，我們的使命就是把在中國我們的子民帶到我們的身邊。呢段對話係從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嘅節目裏邊摘錄出嚟㗎。有一部分嘅問話被中央電視台故意刪除咗。如果民眾想了解央視對疑犯張立東嘅完整對話，根本上係冇可能㗎。試問央視點解又唔將訪問疑犯嘅完整對話公佈於眾，讓民眾能夠更準確、更客觀咁了解事情嘅真相呢？點解又要故意對採訪內容進行刪減同剔除啊？乜中共咪一直都標榜中國係一個法治國家嘅咩？但係事實就啱啱相反，喺中共掌權嘅國家根本就冇言論嘅自由。凡係對佢有利嘅言論，佢就報導；凡係對佢不利嘅言論，或者有機會對佢造成危害嘅言論，佢就刪除。之後仲要捉你，安個罪名俾你，甚至罰你錢，拉你去坐監。中共政府就係咁無法無天。係啊，我哋再嚟睇返央視記者對疑犯張立東嘅問話，他們要離地了，離地是什麼概念、什麼意思呢？疑犯張立東口口聲聲話佢自己係全能神教會嘅信徒，但係
佢對央視記者所問呢啲牛頭唔搭馬嘴嘅問題，佢又講得有聲有色。什麼？他們要回到天上去，他們將要在天上帶領我、引導我。喺全能神嘅話裏面，根本就冇提過佢哋要回到天上去。張立東佢自己話信神信咗7年，但係佢對邊啲説話喺神嘅話裏面根本就冇提過，邊啲説話係同神嘅話相違背嘅，佢竟然都唔知道啊！由此可見，佢擺明就係同中共一齊聯合嚟陷害人。我哋對疑犯張立東嘅確切身份都有咗大致上嘅了解。無論佢以前或者而家從事咩行業或做咩勾當都好，呢啲都同我哋無關。我哋只知道咁樣一個事實真相：疑犯張立東根本唔係全能神教會嘅信徒。既然疑犯張立東唔係全能神教會嘅信徒，咁點解佢又要講大話，話佢自己係信全能神呢？到底背後係邊一個指示佢㗎？而中共點解又喺證據不足、難以服眾嘅情況之下，仍然對外聲稱疑犯張立東就係全能神教會嘅信徒呢？而且措辭強硬，大有不剷除全能神教會誓不罷休嘅囂張氣焰。到底呢場兇殺案背後又隱藏住啲乜嘢嘅陰謀呢？其實從央視報導嘅最後一段話入邊已經講出咗答案啦。我哋一齊嚟睇下呢一段報導啊！山東省公安廳決定，自今年6月至8月，組織全省公安機關集中開展嚴厲打擊邪教組織違法犯罪專項行動，深挖一批邪教團夥，打掉一批為首骨幹，摧毀他們的組織體系和資金來源。從央視嘅呢一段報導就徹底暴露咗中共嘅狼子野心同埋陰謀。其實中共嘅真正目的就係為咗鎮壓同埋迫害全能神教會，因此佢要揾到一個令多數民眾都表示贊成同埋認同嘅理由。於是佢就將呢單招遠殺人案插贓嫁禍俾全能神教會，為佢新一輪鎮壓迫害全能神教會同埋大陸嘅所有地下教會揾到一個合適嘅藉口。呢啲即將意味住中共將會對全能神教會同埋大陸嘅所有地下教會進行全面嘅打擊整治同埋血腥嘅鎮壓。由始至終，中共嘅矛頭都直指全能神教會。中共點解咁費盡心思，迫不及待咁假借招遠殺人案嚟掀起新一輪鎮壓全能神教會嘅罪惡浪潮呢？因為中共鎮壓、捉捕、殘害、虐殺全能神教會神選民嘅罪惡行徑已經昭然天下啦。各大網站、人權組織、新聞媒體、報紙、雜誌都開始刊登報導全能神話語同神選民遭受中共迫害嘅經歷見證文章。世界各國都開始關注全能神教會，關注中共迫害全能神教會同神選民嘅罪惡行徑。民眾都開始覺醒，開始反抗中共嘅暴力獨裁統治。因此，中共感到佢嘅政權岌岌可危，對全能神教會更加恨之入骨，恨不得將全能神教會連根拔起。喺呢個背景之下，中共利用招遠殺人案件大做文章，插贓嫁禍俾全能神教會，藉此全面鎮壓迫害全能神教會嘅陰謀就此產生啦。但係神嘅作工又點會俾中共呢個跳梁小丑能夠攔阻破壞得到嘅呢？中共瘋狂嘅逼迫全能神教會，逐步殘殺神選民嘅罪證，將成為永遠不能抹殺嘅歷史記錄。中共必遭天譴。中共鎮壓迫害全能神教會已經20幾年啦，全能神教會唔單止冇被打垮，反而喺中共鎮壓迫害之中迅速咁發展，信神嘅人越嚟越多，全能神教會更加好似雨後嘅春筍一樣，
不斷咁被建立起嚟。而家喺中國各個省份都有全能神嘅教會，而家海外多個國家亦都有全能神教會，咁就正應驗咗全能神嘅話。神的作工猶如洶湧的浪濤，浩浩蕩蕩，沒有一個人能挽留住他，沒有一個人能制止住他的腳步。神要作成的事，是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種勢力都無法攔阻的。而那些阻撓神作工、抵擋神說話、攪擾破壞神計劃的，終會得到神的懲罰。一個人抵擋神的作工，神會將這個人打入地獄。一個國家抵擋神的作工，神會將這個國家毀滅。一個民族起來反對神的作工，神會讓這個民族在地球上消失，不復存在。神嘅智慧永遠建立喺撒旦嘅詭計之上，呢啲正係神全能智慧之所在。通過以上分析，綜合各種嘅疑點同破綻，相信心思清明、眼睛雪亮嘅觀眾都已經從中共製造招遠殺人案一事當中，知道中共背後嘅陰謀係血腥鎮壓全能神教會，企圖取締神嘅末世作工。講到呢一度，相信大家都唔會再受中共所製造嘅假象所迷惑。今日我哋就傾到呢一度，多謝大家收睇，再見。